誠為本，信為根，營造誠信優質嘅消費環境，不但能夠提升消費者嘅信心，更能打造誠信澳門嘅旅遊城市形象。消費者委員會日前舉行2024年最佳誠信店及優異誠信店頒發儀式，20間商號獲頒最佳誠信店榮譽，34家優異誠信店亦獲頒發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零售業界別嘅星級旅遊服務商戶獎，仲有超過220間誠信店獲得嘉許獎。我哋期望各個商號繼續力臻完善，以誠信為基石，提升服務嘅水平，為消費者提供高品質嘅產品同埋服務，令到消費者有賓至如歸嘅消費體驗。配合特區政府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做優做精做強綜合旅遊休閒業，消委會亦都會持續咁樣去推進誠信店認可計劃，提質發展，提升消費嘅信心。今年最佳誠信店活動有逾370間商號參與，為歷年之最。獲獎嘅商號經過重重評審，脫穎而出。當中20間商號成為2024年最佳誠信店活動中嘅優中之優。獲獎嘅商戶均認為獎項起到認可作用，仲大大鼓勵咗團隊嘅士氣。今次咧係我哋南新門市攞到呢個獎啦，咁我哋之前其他門市都攞過同一樣嘅獎嘅，咁當然非常開心啦，因為起碼我哋嘅工作啊，我哋嘅服務可以得到消委會嘅認可啦，同埋廣大市民嘅支持啦，咁所以對我哋嘅業務嚟講，我覺得都係有一個好正面嘅支持作用喺度嘅。要成為誠信店最起碼嘅，咁你嘅服務質素啦，同埋你嘅售後啦，你買嘅貨品一定係正貨啦，呢個係最基本嘅門檻啦。咁面對依家呢個線上嘅競爭越嚟越激烈。咁我覺得我哋點樣去突出我哋實體店嘅優勢喺邊度呢？咁我哋就多做一啲服務上嘅工作啦。咁如果得到呢個獎，咁可以話對我哋一個強心針，可以肯定我哋嘅方向係啱嘅，亦都可以提供線下實體店嘅優勢去俾我哋嘅市民啦。每一個榮耀啊，係一個品牌係累積好多分噶嘛，係嘛？咁唔係你講噶嘛，係有人認同。如果政府機構或者係大眾認同嘅話，呢個就係非常有力嘅實證咯，真係澳門佳作咯。客人會睇呢啲啦。第二就係最緊要就係我哋自己內部對自己嘅認同，即係知道我哋嘅努力冇白費，同埋大家都有份嘅。覺得咧政府越嚟越支持呢件事，即係鼓勵到我哋業界咧更加鞭策我哋做好啲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正面嘅事嚟嘅。消委會和旅遊局自2019年起推出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聯成誠信店認可計劃合作項目，表揚提高優質旅遊服務嘅零售業商戶。自項目啟動以嚟，好多零售業商戶不斷求變，持續用心為居民及旅客提供有禮優質嘅購物體驗，提升澳門旅遊家購物嘅吸引力。我哋亦會加強聯動去推廣誠信店呢個品牌。目標係營造誠信優質嘅消費環境，打造誠信澳門嘅旅遊城市形象，擦亮澳門國際大都市呢個金名片。